你請唔到人才，以為係 HR 嘅問題，錯晒。其實係你個品牌太低端，連人才都唔想睇你一眼。但行內人咧一早就知道用品牌嚟吸高端人才。今日同你講一個好多人都忽略嘅底層邏輯：品牌唔止係影響你賣唔賣到嘢，仲直接決定你請到邊個級數嘅人，甚至決定你公司將來可以做到幾大。問題其實好簡單，好多老闆以為請人咧係靠人工、靠福利咯，但忽略咗品牌形象呢個最核心嘅因素。個錯誤認知係以為有錢就請到人，結果係高端人才唔會考慮你。公司長期停留喺一個低效嘅運作裏面咯，結果呢種思維咧係令到企業自我限制。正確嘅觀念好簡單啫，品牌係吸引力，係人才篩選你嘅機制。第一，高端人才唔係揾工，係揾緊平台。佢哋有經驗、有判斷力，第一眼就睇你嘅品牌有冇前景、有冇格局，甚至會唔會為自己增加自信同驕傲感。第二，品牌其實係一種職業保障嚟嘅。一個強嘅品牌代表市場認同、資源集中、發展空間大，人才會覺得自己投資時間落去係值得嘅。相反，冇品牌嘅公司做幾多年都會冇履歷價值㗎嘛。邊個高端人才會入嚟啊？第三，品牌係會影響工作嘅難度嘅。呢個好多人完全冇諗過。同一份工，如果你個品牌有影響力，客戶信任你，供應商配合，所有嘅嘢都會好順。但如果你冇品牌咧，係人才嘅，一睇就知對外做嘢會成日受阻嘅，入嚟做嘢會好辛苦嘅，自然唔揀你啦。因為每一步都要解釋啊嘛，又要說服，又要求人，人才做起上嚟會極度消耗嘅。第四，點解影片咁重要呢？因為影片可以最快建立品牌感覺，透過多感官加上潛意識嘅暗示，直接影響觀眾對你嘅信任同印象。當你用對咗策略，品牌信息會入到人嘅記憶同潛意識，自然形成呢間公司係高級嘅感覺。講到呢度，咁我唔可以講落去啦，因為牽涉到我嘅付費課程嘅內容啦。簡單講，品牌唔係淨係宣傳工具，係企業嘅整體戰略嚟嘅。而 VHBM 影片催眠品牌營銷嘅課程就係教你點樣用影片、潛意識同埋 AI 整合呢啲底層邏輯嚟做好個品牌。記住一句，你請到邊種人唔係靠運氣嘅，係你嘅品牌決定嘅。想升級公司，先升級你嘅品牌先咯。今次講到呢度，下次見啦。